有話直說1分鐘。全國港澳研究會1月26號喺北京舉行堅持同埋完善行政主導，促進特別行政區良政善治專題研討會。中共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、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致辭嗰陣，指出要堅持同完善行政主導，強調行政、立法同司法要同唱一台戲，要多補台，唔能夠拆台。對於香港嚟講，行政主導4個字成為近2年嘅政治關鍵詞，源自3點現實意義。首先，堅持行政主導，先至能夠確保一國兩制喺香港不變形、不走樣，確保香港發展方向、管治團隊立場以及整體社會民心始終同國家意志保持一致，堅定不移嘅落實行政主導，政府先能夠喺重大議題上發揮更大主導作用，從而保證社會運作始終都能夠以國家大局、公共利益為前提。其次，行政主導係經濟發展、民生改善嘅制度基礎，亦都係香港維持獨有優勢嘅必然選擇。再者，夏主任提出行政、立法、司法要同台唱戲，做到各負其責、各司其職，從而形成強大治理合力。呢一要求必須建立喺行政主導基礎上。一國兩制下，香港實行基本法與普通法，並延續回歸前嘅資本主義制度。呢個令香港嘅司法與立法喺具體運作過程中具有複雜性同獨特性。今年係15.5規劃開局之年，亦係香港推動經濟轉型、實現經濟增長嘅關鍵年。政府應該將夏主任有關行政主導嘅發言轉化為責任與擔當，率領管治團隊做好頂層設計同戰略謀劃，引導香港走向更加開闊嘅發展之路。